如果你係業主，而家有物業正在出租嘅話，請務必立即檢查。如果你嘅 letting agent 做少咗呢一步嘅話，法律責任仍然係會由業主你去承擔嘅。2026年5月1日起，英格蘭地區正式實施全新嘅 Renters' Rights Act。呢個係英國租務市場近30年以嚟最大嘅改革。好多業主以為交俾 letting agent 或者 letting manager 處理已經足夠，但係其實法律責任最終仍然喺個業主 landlord 本身嘅身上。如果業主冇做到以下呢啲事情嘅話，最高可以被罰款7000鎊。呢個法例其中一個新增嘅要求就係業主必須要向租客提供政府嘅官方文件 Renters' Rights Act Information Sheet 2026。需要注意，就算你嘅租約喺2026年5月1日之前已經存在嘅話，你亦都需要喺2026年5月31日之前提供。如果你嘅租客多於一位嘅話，就要向每一位租客都需要提供嘅。另外，你要去政府嘅網頁下載呢個 PDF， 必須要用 PDF 嘅附件發送，或者用 hard copy 紙本發送，唔可以淨係 send 政府嗰個網頁。淨係 send 政府網頁嘅話唔算有效。如果冇提交嘅業主係會最高被罰款7000鎊。業主必須要保留已經發送俾租客嘅證明記錄，例如電郵裡面有 PDF 嘅附件，或者郵遞記錄有簽收等。新法例裡面除咗頭先講嘅文件之外，其他嘅文件同舊法例係差唔多嘅，例如煤氣證書、EPC、電力證書、按金證書、Right to Rent Check、煙霧感應器、CO Alarm 或者 HMO Licensing， 如果你做嘅 HMO 等。業主如果冇遵守呢個新法例嘅話，除咗最高可以罰款7000鎊之外，仲有機會影響收樓同埋租務民事法律糾紛等，同埋會影響 landlord record。總結，即使你有 letting agent 幫你管理物業，但係業主仍然最終係法律嘅負責人。如果你對物業買賣、租務、投資、擴建或者裝修規劃有任何疑問嘅話，歡迎隨時同我哋聯絡。我哋公司嘅註冊建築師同埋資深物業顧問可以提供免費30分鐘嘅專業諮詢服務。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物業資訊嘅話，歡迎 follow 我哋嘅專頁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多謝。